歡迎各位蒞臨港燈南丫發電廠出席今日綠德開心計劃2025嘅開展儀式暨植樹活動。3、2、1，綠德開心計劃2025正式展開。呢個由大家一齊植樹嘅地方就正式命名為盼回綠橋。今日咧唔單止係種一棵樹苗，亦都係種咗一份盼望，一份對未來、對地球嘅承諾，亦都係對我哋將來世代嘅承諾。除咗政府咧各項嘅政策措施之外咧，社會各界啦同埋市民大眾嘅參與咧，亦都係香港咧邁向碳中和嘅不可或缺嘅一環。喺度咧，我衷心感謝港燈咧一直咧對於推動咧節能減排嘅貢獻。鴨腳木咧其實係一個本地嘅樹種啦，佢去到1-2歲、2-3歲到已經開始會開花，跟住結果嘅，所以好快咧就可以回歸我哋嗰個大自然。咁我哋預計咧出年呢度咧就變成一個生物多樣性好豐富嘅一個地方啦。